如果嗰日紙箱真係送咗去火星，係火星？真㗎？啲粟米飛起晒？青檸爬起身，四周一片紅色風沙。你唔係本地鸚鵡，你喺地球嚟嘅？你講緊廣東話？仲有，你係鸚鵡定係章魚啊？我叫火妹，係火星第4區紙箱站特派員。火梅拎出一張通行證，上面寫住鸚鵡星際協定證。根據火星法例第187章第9條，凡由地球跌入紙箱者，皆屬迷路難民。咁我有冇得返去啊？返去梗係有啦，但係你要通過紙箱傳送測驗。考驗1，用嘴撬開封箱膠紙。考驗2，喺無重力狀態咬住一粒粟米唔跌落嚟。考驗3，模仿地球同伴講一句名言。藍妹成日話你跳落去咪你自己攬炒咯。合格。青檸被火梅送去特製紙箱，臨走仲收到一張火星鸚鵡 PIP 會員卡。返去啦，地球仔，同你個冷靜毒舌拍檔講聲，你唔係一個人傻噶。你其實係咪就係藍妹嘅平衡宇宙版本啊？火梅冇答，只係望住個天。青檸喺屋企床邊驚醒，你係咪又瞓喺紙箱度窒息啊？但係嗰啲火星粟米好甜噶喎。地球藍妹咬爆咗屋企個遙控器。青檸突然衝過嚟，手持一張閃亮卡片。藍妹，我揾到你喺火星嘅平衡版本啊！你嗰張係咪太陽眼鏡會員卡嚟噶？青檸一手拎出之前坐過嗰個快遞紙箱，擺喺地下。入去啦，一齊去見識下你另一個版本火妹。藍妹首次踏足火星，遇上咗一個熱氣騰騰嘅對手。你就係地球版藍妹？咁你就係我被燒過一次嘅版本？火梅冇答，只係企得更直。我係火星第4區紙箱站特派員，負責保護星際紙箱通道。你喺地球做咩㗎？主要係睇住個傻仔，兼職係整爛啲遙控，間唔中阻止末日發生。聽講你把口好賤嘅喎，過2招呢，你條觸鬚乜冇人教你收眉嘅咩？哎呀，賤嘴對決開打啦！兩隻鸚鵡一前一後，企喺火星沙丘上打嘴炮，冇交手，只係口水大戰。你呢種全身着火嘅風格，係咪想嚇親自己呢？初頭仲以為係粒飛彈未爆，原來係隻扮型嘅鸚鵡。冇嘢叻，最叻咪口賤咯。唔夠我講咧，不如講下你想點啦。我冇興趣同你做朋友，但我可以俾3秒你離開我嘅沙丘。哇！你以為自己係火星地政處啊？你其實係我嘅地球版本，我知啊。最終，佢哋互相遞出一粒粟米，一藍一紅，代表兩個世界嘅共鳴。